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苗栗白沙屯的妈祖到云林北港的朝天宫进香，伫个23号已经起驾回銮。因为即摆有疫情，所以北港镇的清洁队隔工就随清理这个街仔路，用上短时间来整理环境，要互信徒会当安心到庙里来拜拜。白沙屯妈祖进香日前起驾回銮。 北港清洁队全员出动，用上短时间要来整理环境，做好镇内的消毒工作。我们北港清洁队超前部署，为了让民众更加的放心，所以在妈祖入庙安顿好了，还有回銮离开北港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我们会做清消、垃圾还有回收资源的清运。 这摆报名参加进香的香客人数破纪录，对防疫来讲是大挑战。 清洁队嘛专工来到朝天宫进行重点的消毒，希望和信徒会当安心拜拜。这段时间因为人数真的很多哈，那也很谢谢我们北港民众热情的参与。目前清洁队已经整理到差不多啊，接下来嘛针对人济所在进行消毒，守护民众的健康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